前就听到我爸妈在唱，没有什么兴趣，而现在加进去就觉得还蛮酷的，不一样的感觉的。以前觉得老掉牙的歌曲，现在觉得酷，把客家精神代表歌曲《客家本色》结合90年代熟悉的嘻哈音乐，变成新潮的街舞。舞步黑气嘎饼的啊，舞步黑气嘎扁嘅一有送版，舞蹈是自己编的，很有想法。舞出活力创意，新生一专热舞社拿下客家街舞大赛高中组的冠军。他们成功地吸引观众的目光，也完成教练给的挑战。其实他们动作都是基础动作，只是他们必须要一直保持在身体的那个压弹的律动上面，然后要专注在节奏上。这都是需要耐下性子来练，这我觉得最难的地方。和多位艺人合作过的教练深知音效视觉性容易哗众取宠，但成功不能只靠这些。所以即使孩子们为兴趣而来，他也希望把基础打稳，同时为他们找舞台锻炼。暑假期间参加了5场比赛，累积10多万的奖金。我有帮他们算过，一个人大概一个暑假比完赛大概有19000多。队长还开心地分享，因为教练而有机会成了艺人吴克群的伴舞。另一个团员开始展示舞衣上的花布是他自己缝的，这些都是无形的累积。多累积自己的经验，才会有多的想法跟思维，就是你才会有更有思维去做更多的事情。把街舞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客家语言和特色，不只是酷，同时也展现了对文化传承的热情活力。舞铺黑气嘎扁嘅，一有送版；舞铺黑气嘎扁嘅，一有送版。